03722403之态度在转什么？他要跟你承租小套房9000块，结果呢，他找不到保证人，他是台北市的市民，他找不到保证人，可是你们居然要他一次缴40万才能承租，或者要找保证人，他保证人找不到，要40万，他的租金9万多块，他只要缴3个月2万7，家具自己买。 光要搬进去，最起码要花10几万。结果呢，因为这样子他缴不出40万，他就必须要再延1个月签约。市长，如果伊有40万，他何必要来这边排队租房子呢？你认不认为这40万应该要检讨一下？你不用看其他局长，回去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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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都说你有参与关心市政啊，这个可以检讨了，但是好，可以，我们回去讨论。我哪有40万，我不会来给市政府抓啦。那你要人家拿40万，你要人家拿40万，我还确认过这个选民，他并不是那种可能思考逻辑上面是有问题的。你要叫人40万，我有40万，我搬你来公仔要创啊？市长啊。 市长，好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个记者在等你的答案呢、那一样嘛，这个我们要多少的保证金是合理的？这我们以前标准是1个月，至少一个月的话。押金2个月，租金1个月，需要公证，再加上买家具，我要租你的房子，我只能租6年，我最多还要花10几万。我今天有40万，我到民间去租就好，我不用公证，我保证金、押金也只要1个月，我不用保证人。 好，这个可以检讨。这个社宅的保证金制度多久要给答案？这个应该1个月以内，我们就全部都跑出来。好，在场的牛肉面我全买单，统编给你03722403。